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。这礼拜其实已经有真侪兄弟姊妹去到去咧扫墓，我知影有几位已经去扫墓啊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检采实际上咱教会后礼拜也开始要进入中秋主日。所以过偌济，所以咱会当过落去迄礼拜，就是过偌济。所以事实上，这段时间，我要邀请咱大家会当用检采是嘛是接近这个清明节的这个过程，同时也接近咱要庆祝过偌济进前的受难周的过程。我要邀请咱大家伫这段时间内底，咱也会当用肃穆安静的心来面对现在的家己。我感觉伫这段时间内底有一个祈祷，同时甚至有简单的敬ce是一个真好的代志。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，所以总是不管安怎，咱今仔日会当做伙组织伫这个所在，是上帝真好的安排。所以愿上帝帮助扶持，祝福咱大家。做伙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互阮通组织来听你的话，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真正听见，去面对你伫阮生命中的位置甲作为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我真早进前伫学生时代到青年，其实我的老师有真侪教示，然后我的讲道通常对迄个教示来行，所以其实罗主任牧师是上禁止人用 PPT 啦吼。总是我大概2-3礼拜前，我开始试用 AI。就是将讲道片录去 AI， 请伊帮我生出 PPT 吼。所以今仔日开始的 PPT， 我的想法是安尼：若所有会当帮助咱对上帝话有帮助的代志，我就会试用看卖啊。所以今仔日 PPT 会甲咱以前的 PPT 无啥共款，因为这是 AI 做的，吼，这是 AI 做的吼，毋是人做的吼，嘛袂当讲毋是人做的，嘿嘛人的智慧做的吼所以这是 AI 做的吼，这个图是 AI 做的。今仔日的题目叫做神圣的名，请问咱的名是毋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？是安怎咱会叫这个名？请问？是安怎咱会叫这个名？我毋知咱敢有问过。通常咱的名是咱的士大人所号的嘛，对无？通常啦吼，通常，若无改名的话啦，通常。台湾人对名的看法，其实受到传统算命先世代文化甲社会多元认同的影响。咱若伫迄个网络搜寻拍姓名学、姓名学，姓名学会走出一堆迄个号名，迄名安那号的原因甲技巧。这所有上尾的目的，拢是毋望互咱这个人的性命来得到顺利甲幸福。总是伫圣经的世界内底，人相信名甲伊的本质有一种无度分离的关系，听有意思啊吼！就是人伫圣经的世界内底，迄个名，实际上这种观念嘛，亲像伫这个生命学内底嘛，介绍有一点啊，总是伫圣经的世界内底，更较明显，人的名甲伊的本质有无度分离的关系，然后人物。某一个人的名，就亲像人物伊的
本性，甚至会当管理甲控制伊。这是圣经的意思。所以伫圣经内底，摩西毋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，其实是雅各。当雅各伫雅博的渡口，伫暗暝，迄天的暗暝，规暝甲一个伊毋知影的人来沙宴。然后沙宴的过程内底，伊讲：“你爱甲我祝福，所以迄个人互伊一个新的名。”然后伊得到这个新的名了后，亲像沙宴的迄个过程，伊毋甘愿沙宴，你互我一个新的名，我嘛要爱知影你的名。所以伫遐伊问一个问题，讲：“请甲我讲你的名。”其实是伊问一个问题，请互我知影，请互我知影你是啥物名嘛？这其实是一个沙宴的过程，连透过问问题的过程内底来显示出来。当时雅各无得到答案，总是今仔日咱检查会当听到上帝回应。摩西伫旷野咧过羊，拄到一个景象，就是刺皮互火烧无烧去。摩西真好奇，就要挖军去看上帝迄时互伊两个命令。大声，伊爱知影这个所在是圣，毋通挖进烫你的鞋。这是第一个命令。刷落上帝对摩西安尼讲：出埃及记第3章第6节，咱做伙来读看觅。我有标乌字，咱有看到啦吼。咱做伙来读看觅。来，我是你的祖先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位伫火烧刺皮内底出声的神，是列祖的上帝。然后，伊安尼讲的意思是表示伊会记得，伊会记得遐个甲伊立约的人。所以过去遮的人拢甲伊立约，对无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拢捌甲伊立约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伊会记得遐个甲伊立约的人，就是你已经袂记得啦，伊嘛会记得。所以伊讲，伊已经看见、听见嘛，知影伊的百姓伫埃及受压迫，刷落去。伊对摩西发第2个命令，讲：打你就去，我要派你去埃及王遐，带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。然后摩西听到这个第2个命令的时阵，伊直接的反应是讲：我是啥物人？我是啥物人啊？我会当做啥物代志啊？摩西毋是咧问问题哦，伊是咧看轻家己。伊看轻家己，总是上帝予伊一个答案。这伫出来记记第3章的，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头前迄节，在1节的所在，伊讲：我是要甲你同在。我是对，我是要甲你同在。迄个英文会当安尼翻译 ：I am with you。上帝讲，透过这句话，上帝要对摩西讲：你看你是啥物人无要紧，要紧的是迄个啥物款的上帝甲你做伙伫地。只要我是这个甲你做伙伫地的上帝赐气力，你自然就是啥物人啊？你看家己无，总是只要这位上帝甲你做伙伫地，你自然就是啥物人。所以，照咱今日所读到的这个题文，出来记记第3章的13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个下骹乌字，咱看有啦吼，小看有吼，来读这个乌字吼，来，摩西对上帝讲：我去以色列人遐对因讲，恁列祖的上帝有派我来恁遮。因若问我讲，伊叫做啥物名？我要安怎改伊？
上帝的名的意思就是，伊是什么人，伊有什么故事，伊是什么款的上帝，对吧？伊的名的意思应该是完全比较还是安尼。啊，假使你已经甲上帝已经真熟啊，就免问，对无？你若甲上帝，这位上帝真熟啊，你就免问讲伊的名是啥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摩西检采是认为讲，即群住伫埃及400年的以色列人，已经袂记起因的先祖所信的上帝。因袂记起上帝嘛，表示另外一项代志，因袂记起家己性命的来源甲故事。出埃及记第3章14节。这段经节真要紧，因为出名20世纪的古约学者讲，出埃及记可能就是这节，是上要紧的一节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是自有应有的，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自有应有的。”派我来恁遮，好啊！上帝改成直接的回答嘛，吼，改成伊的回答，直接回答摩西。总是这是什么款的意思？迄个顶头咱有看原文啊，吼，有看，伊真正有拍原文出来吼。这其实是旧约圣经内底最歹翻译的所在。原文会当翻译做“我是就是我是”，我是就是我是，或是我未来的事。所以近代的学者其实有同意一项代志，这个回答袂当算做是名，会当解说着，会当安尼解说上帝拒绝回答。摩西的这个问题，伊保留家己的名，就亲像法国的哲学家马里昂，伊安尼讲，伊讲这是为着避免上帝受关伫一个固定的名内底。我们大家听我意思吼，为了避免上帝被关伫一个固定的名。所以会当翻译做现代中文，日本来翻译做“我是创始成终的主”，或是翻译做和合本加现代台语，那翻译做“我是自有应有”。换一句话来讲，“我是自有应有”，应该有部分的应答吧，因为上帝显露伊。部分的本质，听有意思吼？伫圣经内底，名代表本质嘛吼，所以这是伊的部分的本质字义。更加进一步来讲，这个回应应该是上帝奥妙的自我描述。总是要紧的是，咱来知影这个互人知影上帝名。这个神圣的名的意义，咱要互别人知影咱家己的名，目的毋是要提供家己更较多的资料，而是要甲人建立关系，要甲人对话，互人会当称呼，对无？就亲像咱这个名提供出来的意义，就是会当互人来称呼咱，然后认捌咱。所以，这位上帝不只是伫刺皮在倒的迄个火焰中，嘛伫出埃及的记的过程内底，出埃及的过程内底，甲摩西建立关系，这样代志更加要紧。就亲像后来伫旷野内底，出埃及记第33章12节。讲摩西对上帝讲：“上帝上主，你有交代我着带这个人民去迄个所在，你只有甲我讲，你指名惊掉我，搁真爱我。”
出埃及记33章12节。所以亚伟将伊神圣的名，互摩西甲伊的百姓，就亲像伊甲摩西的关系，伊要爱护伊的百姓，甲伊建立关系。这就是神圣的名要紧的代志。所以出埃及记第3章的15节，拄好伫咱这个框框的上中15节，有看到吼？咱来读看觅啊！吼，咱来读看觅来。上帝阁甲摩西讲：“你着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：上主恁列祖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，派我来恁遮。这个永远是我的名，世世代代做我的称呼。”所以14节，咱通讲是上帝真奥妙的自我启示。描述甲15节，伊讲我是亚伟，这个名有关系。亚伟应允伊的名，赐予伊的百姓直到永远。这就是呼召所有历世历代属上帝的百姓进入甲上帝的关系。总是这毋是一个新的名。早就伫世界创造的时，甲列祖的故事内底，伊就伫遐。当伊宣告我是亚伟，你听过？我阁讲一遍，毋通袂记真。出埃及记第3章16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你无伫顶头，是我读互大家听。你去调集以色列人的长老，甲因讲：上主恁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对我显现讲：我实在眷顾恁，恁伫埃及拄着的事，我拢有在关心。就亲像我拄所讲的，互相称呼加回应是人甲人互动一定爱。像是咱甲上帝互相称呼，嘛要紧关键的因素。总是近代学者根据马索拉学者的研发，马索拉学者就是近代学者发现一项代志。近代学者发现，古早这是马索拉学者因其实是伫西元大概7世纪到10世纪中间，希伯来的学者，因咧使用经典的时阵是安那使用。因看到写的字音叫做亚伟写，因为敬虔的关系，来读做看到迄字就来读做阿多乃，意思是我的主。听有意思吼。因看到迄个写的形无要读，甚至嘛毋知影要安读，因为拢是字音，无通读，所以因看到迄字主人就来读做阿多乃，我的主。安尼听有意思吼。然后来马索拉学者将这那标入去写的注音。产生一个混合的字形。至到15世纪宗教改革的时，当时真侪圣经学者就学马丁路德要翻译这字的时阵，来翻译做耶和华。这是一个混合的字形，当作是上帝名流传到现在。总是上帝的名，学者认为上有可能的是亚伟，这也是近代的翻译者无过使用耶和华用上主的关系，就是转去到上原始的用法，因为敬虔无直接读出上帝的名，实际上这嘛叫做信用个别。更较是遵行上帝10条诫内底第3诫，
无滥觞称呼上帝名的意思。出埃及记表示真清楚咧，表示是这个世间存在真侪神明，只有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上帝。这个关系是真密、真亲近、真亲密，因为这表示伊是一位甲伊的百姓做伙伫地。宣布讲我是的上帝，所以伊看见，伊知影埃及人怎样分别因。出埃及记第3章的17节，我有放伫顶头。17节咱做伙来读看觅啊！吼，咱做伙来读来。我一定要救恁脱出伫埃及受的艰苦，带恁去到迦南、迄阿摩利、比利洗。希利亚布斯遐个作徛起的所在，就是老尼甲密的地，好到遮就好，到遮就好，就是老尼甲密的地。所以伊应允不只要带因出迄个已经受艰苦的地，搁较要带因入迄个老尼甲密。话题对古早开始，迦南这个所在就是游牧民族生活的所在，羊多，牛嘛多，也出产蜜芳啦吼，出产芳。所以当花开的时，迄个芳条的蜜会受日光的影响，着滴伫涂骹。咱们咱参考撒母耳上卷14章25节，圣经就安尼记载。所以出埃及记第3章18节，咱刷落去来读这个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以色列人会听你的话，你甲因的长老着去见埃及王，甲伊讲：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有对阮显现，请允准阮行3日的路程，去旷野对上主阮的上帝献祭。真侪人质疑这个要求，讲减讲3日后恁拍算要回来吗？恁有提出这个要求？恁读这，咱读这，咱无这个问题吗？真侪人咧质疑哦。敢讲3天后因拍算要回来？这字伫圣经内底原文是比一天较久，比一礼拜较短的意思。所以照古典的文献记载，埃及人其实当时一天内底至少会互做工的人1礼拜到2礼拜的时间休假。其实是记载伫埃及的古典文献内底。所以，伫遮其实上帝是爱因去试看觅啊。埃及王要求一个上低限度，你爱安尼来款待阮才对。伊讲圣经原文是安尼讲：阮已经拄着希伯来人的上帝啊，所以要你请假1礼拜去拜访伊。去敬拜伊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法老提出上帝的要求，总是上帝拢知。出埃及记第3章19、19、20节，上帝拢知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知，若无用强烈的手段，埃及王袂互恁离开。我要出手行技术攻击埃及，安尼伊才会放恁离开。19节和合本的翻译做：我知若无用大能的手，埃及王袂放恁走。伫埃及的迄个
碑文内底，现在拢显得出来。时常用皴出来，也是有咱的手咧形容埃及法老的关系。所以上帝是安尼讲：我知影伊法老若无大能的手，绝对袂放你走。听有意思吼？用同款的描述方式，上帝是安尼讲：我知影伊若无用大能的手，袂放恁走。所以即句话也有个刷落咱会读到的10个在下，以及上帝怎样带因过路为海。毋那埃及王，连埃及人也会因为因的上帝来尊重即群人。出来记第3章21到20，我读互大家听就好。我要互埃及人好款待即个人民，袂互因空手离开。恁遮逐个妇人人要对厝边以及寄居伫遐的妇人人讨金器、甲衣服，通互恁的后生查某囝用，安尼恁就甲埃及人会在咪抢来。实际上，这是上帝予亚伯拉罕的预言，出现伫创世纪15章的14节。所以，上帝一只过一遍来预告，埃及王甲埃及人因款待恁，甲态度对恁会产生变化。因埃及王一开始是惊即群人，出来记第1章第9节，刷落是厌恶怨恨，出来记第1章12节。总是上帝拢知影，因对即群人会最尊重，因的地位会得到提升，甚至因离开的时阵，会当带走伫埃及做工的工价。2025年11月28号，就是旧年的年底，为着要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的1700年周年，罗马天主教教宗以及东正教的教宗，以及普世教协的总干事，顶27位各宗派基督教各宗派的代表的做伙组织伫土耳其的尼西亚。对1925年尼西亚会议庆祝1600年周年了后，基督教主要3个宗派的领袖做伙伫尼西亚大公会议这个所在来举行联合的祈祷会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是100档后一遍的组织，听有意思吼？这是100档才有可能安尼组织。这个组织是要纪念什么会？因为尼西亚大公会议上要紧的贡献，就是尼西亚圣经，是目前基督教主要的宗派，天主教、东正教以及改革宗共同承认的圣经，就是信用告别啦。所以，当今年佩茨牧师咧导讲，咱信用告别该来读尼西亚圣经，我讲好啊，是安尼来。因为事实上，当咱用这个圣经咧个别信用的时阵，就像是甲天主教、全世界天主教、东正教、东正教今仔日其实有一个正名叫做正教会正教会，以及改革宗的各宗派，基督教主要三个宗派。做伙的信徒做伙来纪念这份圣经，因为这是咱做伙承认的圣经。天主教的教宗
伊伫迄个会中，基督会内底安尼讲，伊讲尼西亚的教父勇敢应答什么人是耶稣这个问题。伫今仔日，当战争用神的名被合理化，当民族主义毒害咱的团结，当对权力的渴望，互咱对宋乡人的啼哭听袂见，咱免哪来应答什么人是耶稣咧？伫今仔日，咱免哪应答什么人是耶稣？其实是每一遍咱咧个别即个信仰个别的时阵，咱来好好想看卖啊。当正教的主要的主教，迄个翻译会当叫做牧首啦吼，就是牧师的首领。牧首吼，牧师的首领。巴多罗买伊安尼讲，伊讲做基督徒，尼西亚所表达的许多信仰是咱的胜利。伊解说讲，这个胜利毋是俗世权力，就是征服，是真理镇压异端，合一镇压分裂。今仔日咱做会组织是要重新应允，爱成做一份通信靠的记号。这个世界展示基督的听，怎样会当超越过上深的分裂？要接任WCRC 的总干事牧师 Pick， 伊安尼提醒，伊讲当年伫尼西亚会议虽然有帝国的权力介入，总是这份信仰个别，却是超越帝国的真理见证。伊强调，今仔日的咱伫一个受战争、经济剥削甲无公平、拆理的世界内底，咱来追求一个通看见的合一，是即时要紧的命令。像是袂当对上帝公义的应允来分离。随上今仔日，咱每一遍的礼拜，其实透过这个信仰个别，我讲过，其实是一种合一的过程。总是更加要紧的是，通过这个信仰个别，咱更加去认捌上帝这个神圣的名对咱的意义。咱透过这个信仰个别，甲伊建立关系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我阁问一遍，请问咱的名有啥物款的意义？俄国书顶是安尼写，伊讲咱听上帝是因为伊是，然后咱听咱家己家厝边是因为伊的原因。认捌咱的主是啥物人，才会当知影咱是啥物人。这是加利文的话，其实嘛是咱的启示。愿咱做伙活出会堪得这位神圣上帝的名的生活甲生命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互阮会当做伙组织，伫即间奉你的名设立的殿堂内底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更较知影。透过你神圣的名，阮知影，阮通甲你建立关系。求上帝帮助阮，更较会当敬畏你，知影伫阮的生命中，更较侪认捌你。然后，阮知影更较侪来听家己，甲听人。求上帝帮助阮，虽然这个世间，虽然真侪人。真歹听，总是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学习、努力去听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